嗱，啱啱咧都係公布咗咧，神舟23號載人飛船咧係即係發射成功嘅。咁雷會長，你係咪都係預計之內都係從對我哋嘅航天員啦，尤其是嚟自香港嘅航天員咧，即係充滿信心？係，梗係啦，因為咧中國咧就不嬲對呢一個載人航天都係好嚴謹嘅嚇，對嗰個即係航天員嘅訓練啦，所有嘅設施嘅即係嗰啲嘅要求咧非常非常之高嘅，所以我一直都係對中國嘅載人航天好有信心嘅。啱啱都講到咧，其實3位航天員咧，佢哋個年紀係相若嘅。其實對於喺個默契方面，係咪都會比較好咧？同埋你覺得係年紀緊要啊，定係一個體能上啊、體質上係比較緊要咧？一定相若，兩樣都緊要㗎啦。嗱，因為咧訓練一個太空人咧，即係嗰個時間都要好長啦。咁當然啦，嗰個體能啊，嗰個人個心理質素啦，個生理嘅質素啊，即係兩樣都係要求好高嘅。咁所以咧，年青嘅時間咧就比較上佢容易啲去克服啦。咁啊，年紀大咧，你無可否認㗎啦，即係話個人咧，即係個年紀越嚟越大嘅咧。咁即係嗰個生理嗰個狀態咧，就係可能即係你接受個挑戰就會更加大啦。咁變咗咧就話，越係年青嘅咧就會越好嘅，嚇個反應啊都會好啲啊。就係咁樣㗎啦。但我哋都翻睇資料咧，反而我嚟自香港嘅，即係代表我哋今次嘅載荷專家黎嘉瑩咧，佢係3個裏邊咧年紀咧比較大少少啦，可能大3歲啦，亦都咧係即係繼過去3位女航天員升空時，大約係30幾歲嘅年紀咧，亦都係年紀最大嘅進入太空嘅女航天員啦。相比之下，你認為咧黎嘉瑩喺在軌執行任務嘅時候，會唔會更加具挑戰性咧？咁一定係㗎啦。不過佢亦都唔係話大好多，咁當然啦。喺挑選佢嘅時間咧，都會考慮埋呢一點㗎啦。咁即係話佢唔係話個年紀大咗就一定唔得㗎嘛，佢都要達到佢嗰個航天員嗰個基本嘅要求。咁啊，再加上訓練啦，佢不斷咁保持住自己嘅身體狀態咧，咁佢就唔會話即係做唔到嘅，咁佢都係做得到。因為佢嗰個主要嘅角色係嗰個載荷專家啦，咁所以除咗考慮個年齡之外，亦都要考慮埋佢本身佢嗰個今次嘅任務佢適唔適合啊？咁嗰個基礎嗰個要求就佢已經達到嘅話，咁其他嗰啲咧經過訓練嘅話，佢都應該可以應付得到嘅。咁雷會長，我哋都知眾所周知咧，你都有港版楊利偉之稱啦，同埋你本身都係超級航天迷嚟㗎嘛。你頭先同我一齊喺直播室裏度見證呢個神23號嘅即係成功發射升空，你嘅心情又係點咧？咁我梗係好興奮啦，最好我有份添啦，係嘛？咁呢個就我諗唔係淨係我一個人興奮啦，我諗所有香港人咧，即係知道今次我哋嘅即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即係女太空人係能夠即係參與到國家嘅一啲嘅航天任務咧，我諗大家都好高興嘅嚇，即係都唔係淨係佢自豪啊，我哋都自豪啦。一方面咧，即係話國家能夠喺香港嗰度咧，即係選擇到一個即係航天員嘅話，就對我哋香港嘅即係航天方面嗰個研究啊，即係同埋嗰個科技嗰度嗰個認同咧，一定係有啦。又提高咗我哋嘅國民嗰個身份嘅認同啦。咁所以咧就係對國家也好，對我哋自己香港也好，其實都係兩個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好處嚟嘅。我亦都相信咧，今次呢一個任務嘅咧，肯定就會令到更加香港嘅年青嘅一代咧，就會為呢一個國家嘅航天事業咧，就更加邁進一步啦。我未必有機會㗎啦。咁不過咧，我諗能夠刺激到香港年青嘅一代咧。將來嚟計咧，可能唔會得一個航天員嘅，有第2、第3、第4個啊，咁樣都陸續有嚟㗎啦。你估計即係計黎嘉瑩即係佢執行咗呢個太空任務啊，即係代表我哋香港成為一個航天員啦。執行任務之後，佢喺香港會唔會即係本地都掀起一個航天熱潮咧？肯定啦！我淨係呢幾日啦，即係都好多學校啊、好多機構啊、好多朋友去問我有嗰個航天嘅即係一啲嘅資料啊、一啲知識啦。咁我又唔係話好豐富，即係你都形容得啱嘅，我都係一個航天迷啦。咁我都好即係中意同其他啲年青人去分享嘅嚇，因為其實咧香港嚟講咧就即係知道認識到航天呢一方面嘅人咧都係有限。咁我諗趁今次呢一個即係香港嘅航天員能夠參與到國家嘅航天任務之後咧，我諗會帶起一個即
即係科學普及嘅一個熱潮啦嚇。陸續落嚟咧，我相信香港政府亦都會好推動啦，國家亦都好支持啦。咁我哋多咗好多機會啊，去為國家、為自己香港去作出貢獻啊。同埋咧，會俾啲好多我哋香港人都會覺得咧，即係夢想咧，其實係可以成功嘅，係可以圓夢嘅嚇。咁又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啦。阿雷會長又想問下，如果而家有一個後生仔就喺眼前啦，佢真係哇見到黎嘉瑩之後，真係燃點咗佢嘅航天夢，佢應該要有咩準備咧？而家嗱，我好簡單咁樣講咧，就第一樣，如果你俾我問佢嘅就係，你係咪真係想先？即係千祈咧就唔好話3分鐘熱度。今日咧你就話想做航天員，聽日你話做飛機師，後日咧你話做攝影師，咁樣冇意思嘅。即係你一定係你要自己，你確定咗你自己個目標先。第二咧，你係要有一個堅持嘅嚇。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就係因為我哋喺香港咧，我哋接觸到好多樣嘅職業啊，好多嘅機會啊。咁變咗咧，既然你有咁嘅機會咧，你要識得去把握啊。好多時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國家又好啦，香港政府又好啦，就提供咗好多機會俾我哋。但係我哋咧唔係好把握啊，即係喺你身邊嗰度擦過咗咧，你自己放棄咗啊。咁變咗咧就係話，佢一定要留意住嗰個即係好多身邊嘅有冇機會啊，好多人物啦，或者一啲機構提供俾我哋嘅資源咧，你去試，唔好咁容易放棄啊。我會覺得咧，而家即係呢個世代咧，有可能我哋太多資源啦，太多機會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好多怨氣，好多時候覺得國家或者香港你應該俾我，其實冇嘅，幸福唔係必然嘅。既然如果你係有咁嘅願望，你係想嘅話咧，你就應該咧就係確定咗你個目標，堅持，唔好怕人笑，唔好咁容易放棄，有機會嘗試。我諗今次黎嘉瑩佢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咧，就係話其實咧佢都係覺得有機會你就要試啊！你試唔一定成功，但係你唔試就一定失敗。好啊，咁我哋都好期待咧，有更多繼即係黎嘉瑩之後，你有更多香港嘅港產太空人嘅產生啦。